主人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牧师甲主流李宜兰吼，团队去万丰吼，因为万丰今日有圣餐吼，咱今日就2位团队，牧师甲团队拢无对个吼，所以咱有请，咱今日拄啊好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任吼，咱有请咱的林思恩同学吼来到咱中间吼，咱主会大声吼，咱嘛望吼，上帝祝福伫咱今日的聚会吼，甲咱圣神同在，对今日的聚会中间，咱有通领受到伊的道理吼。咱做阵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你带领众人来到你面头前，求主你祝福，互每一个人来参加你的聚会的人，引带阮每一个人的是。互阮伫讲道中间、聚会中间，会当领受到主你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刘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好，这是咱来团练今仔日的诗歌。咱今仔日有2首诗歌，第一首是新生诗的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这首诗歌是作者，作者是弗里奥特，Pierpont 先生所写的一首诗歌。伊伫1835年1835年出生伫英国，出生伫英国。这首诗歌是伊伫迄1864年所写的。Pierpont 先生伊大汉了后，成做一个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教授。当时上时伊嘛写真侪种俄罗的诗歌，写俄罗的诗歌。但是所有伊所写的诗歌当中，这首诗歌为着美丽的地面是上受到欢迎、上侪人爱吟的诗歌。这首诗歌1864年伊写的时阵，是伊等于到伊的故乡巴斯，英国的巴斯迄个所在伊伫个山坡顶看到即个真水的风景上时边也有一条阿文河迄河边的河风安尼吹来凉凉的迄种吹风，所以伊伫遐。伊受到圣神的感动，伊来看到即个上帝所创造美丽的地面、灿烂的星辰、山水河木花木好光景。上帝上时也赏赐咱温暖的家庭，有亲朋好友或者亲情。所以伊感觉这是上帝赏赐咱极大的恩典。咱应该一声来敬拜。所以咱50诗歌当中是上尾的2句拢是天父上帝，阮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用这来表示对上帝恩典的感谢。好，诗歌咱真熟，所以咱今仔来先唱第1节、第3节、甲第5节。为着美丽地面，为着苍人的气息，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阮这声，这首称呼你尊名。第3节，为着你望的福气，为着心神的欢喜，使阮无关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父上帝阮这声，阿罗称呼你尊名。第5节，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赐愿人类，圣神恩典甲认真。地就生活甲永生，天父上帝阮这声，阿
无路请我你尊名。好，接下咱要来咱的诗歌是第548首。548首，我是为基督。这首诗歌的词咱是为1936年的出版的圣诗圣诗的诗本内底就有一首诗歌，毋拄是当时咱就无法度了解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啥物人作者诗歌的作者引用着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因为论到我就是基督，死就有利益，来成做咱基督徒认为咱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无论咱有啥款的智慧、本事，也是尊贵、富裕，咱拢爱奉献咱家己做主的器具。伫咱困苦、夭饿的时阵，伫咱忧闷烦恼的时阵，咱嘛爱背起十架来为主拼命到尾，传扬福音。好，诗歌无真长，咱第1节到第4节拢来甲唱一遍。我是为基督，是天地有福。我的心望主的国，最你心中乐报。无论智慧本事，是尊贵富裕，拢献予主做你器具，做主路引姑姑。无论困苦夭饿，也是忧闷烦恼，也为着主真爱团报，也身心志拢无，为主背十字架，我甲真情无体，心中到死拢无放弃，为主拼命到尾。好，以上是咱今仔日礼拜当中2首的诗歌最后甲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咱拄则所吟的诗歌，我是为基督毋拄伫咱信仰的路上风影难免，挑战也有，所以有时信仰咱军队耶稣的迄种信心是毋是遐尼坚定所以伫遮甲大家分享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心军队耶稣。这首诗歌去年圣歌队伫11月份有献诗总是因为这首诗歌有较短，所以去年阮献的诗歌是人改编过，将2首诗歌甲集中到改编出一首诗歌但是若是无改编的这首诗歌，咱会当看伊的词甲伊的曲拢真好记所以用这首诗歌来甲大家分享，甲大家勉励，当咱碰到拄到艰难的时阵，信仰伫遐摇拽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透过这首诗歌来坚定咱军队耶稣的脚步？好，来大家，咱即时来唱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心要军队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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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无回头，拢无看后。虽然无当破，我永远军队；虽然无当破，我永远军队；虽然无当破，我永远军队。拢无回头，拢无看后。世界的背后，世界的好调；世界的背后，世界的好调；世界的背后。
的好条，拢无回头，拢无看后。团的诗歌到这，请咱闭眼心来做礼拜。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道路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日听候你。下面咱来唱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天父上帝，阮做声阿罗称呼你尊名。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
请坐。下面咱们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咱做阵来启用，伫启用文第62篇。启用文62篇，就是腓立比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激励；既然恁甲圣神的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咱下头做阵来祈祷。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主，伫主日礼拜时阵，众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伫你的殿院做阵敬拜你。愿将阮的国家、教会、众人的需要交托伫你，求你伫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国家安全、民平，拢使稳定甲保守，互阮有信心，也愿意去行。伫这地面上为主做水的见证。愿恳求你坚固阮众人的信仰，互阮伫生活中会当持守对你的信心。坚定信靠军队耶稣基督，做阵来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承接你互阮的大使命，伫信仰的道路面顶有大的进步。也求你怜悯，搁医治遐身体软症有病痛兄姐，愿耶稣基督大能临到，互因当恢复健康。也求圣神安慰心神忧愁伤心的人。互因会当为到得到平安，求天父亲身看顾遮个心内欠缺不安、操烦的兄弟姊妹，互因感受到你的同在，甲你的疼。我嘛用今年度暑假的夏令营甲福音队的筹备工作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赐智慧甲能力，互参与的同工，互因会当合你的心意来执行你的计划，互搁较侪人因为福音来得到新的活命。
我若为着今仔日主日学的特休会，后礼拜要举行耶华礼拜，阁有全教会运动会来祈祷，愿一切拢安排顺利，求你保守所有参与的人的平安，互遮个活动会当成做咱彼此的鼓励，信仰会好的经验，互阮伫主理内面彼此来扶持，搁较明白你的恩典甲真理。今日是玉山亲人院的奉献主日，阮也将因的需要放伫主理的面头前，也互阮对今日讲道中间听去主理的旨意。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下面来看上帝话，有2节。头一节是伫诗篇16篇第8节，伫咱旧约第588面。现到我来读。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纸。第2节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的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伫咱汉语本的40面吼。第1节，过几仔日，耶稣搁入加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做一人聚集，直到无空地，连门口也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半岁的就跟伊，是4人跟伊来，因为人多，袂话跟我，就伫耶稣店的所在，拆厝顶，互伊归空，就将半岁的倒伫铺仔坠落去。耶稣看见伊的信，就甲半岁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有几若个经学士坐伫遐，心内议论讲：这人怎样安尼讲呢？伊是欠权懒散，除上帝以外，之罪为赦免罪啊！耶稣心内念边，知因有即好的议论，就甲因讲：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个啊？甲半岁的讲：你的罪赦啦，还是讲起来，举你的铺仔来行？打落一项较快，独独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半岁的讲：我甲你讲，起来，举你的铺仔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伫众人面前随时举伊的铺仔出去，直到众人拢戆领，规用讲上帝，讲：阮从来袂捌看见安尼生。以上下面咱要请少年团体来献诗，因咧献的诗是耶稣，你听我。
下面咱要请玉山神人院林思恩神学生担任讲道，伊的题目是认定耶稣，因为伊是原住民，所以拢会用华语来咱讲道吼。以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名字叫做林思恩，那我的母语名字叫做撒韵友浩，我是来自宜兰县南澳乡的泰雅族。那感谢上帝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然后向教会的所有的同工、牧者、传道，虽然他们不在这边，但是也很谢谢他们的接纳，还让我们玉山神学院能够让我站在这边，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致谢分享。那也因着教会过去1年的支持跟带导，然后让我们玉山神学院能够平安的度过04、03的地震，还有凯米台风带来冲击的这1年。那在还没有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我们玉神今年奉献主日的影片。照片是去年地震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做了水泥，还有一些陆地上的补强。教室不仅是在我们玉山神学院本校，然后也有到各个部落原乡设立信徒神学系，还有长级信徒神学班。这是去年跟南一慈的神学院他们一起有一个课程的连结。宿舍里面、外面，然后水泥墙很多地方都有裂缝，然后也有地层下陷的状况。
好，我们知道大卫王是以色列一个最伟大的君王，然后也是我们圣经当中一个很伟大的诗人。他的赞美跟悔改的祷告，感动了世世代代的上帝的儿女。从圣经撒母耳记上下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一生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是大卫王呢，他一生信仰的秘诀，就是把认定上帝成为一生最美善的事情。如同在诗篇16篇8节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大卫从这些生命的经历宣告，认定上帝才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力量跟福分。回顾4月第3周、第4周，我们众教会一起纪念耶稣的受死跟复活。从初代教会开始，基督徒就把认定那位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那位基督，作为认定上帝的一个信仰告白。而认定耶稣的这个信念呢，更成为历世历代教会信仰上帝的一个根基。今天的经文是在第2章，不过如果我们往前看第1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呢，看到耶稣不同的身份。举例来说，在1章27节，耶稣在加利利人中间显明他是一个以权柄赶鬼的上帝。在1章34节还有41到42节，耶稣是一个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的主。在1章39节，他更是在会堂里面传道、教训人的导师。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有不同的身份的这个图像，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在哪里，上帝的奇妙作为就会在那里发生。而耶稣显明他就是一位以马内利与神同在的上帝。弟兄姐妹，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他们非常的有福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了那个首先听耶稣的教导天国真理，亲眼见证耶稣医治人的疾病。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让加利利地区的人有机会成为那个首先一批认定耶稣的人。而认定耶稣呢的信仰，为我们后面的教会打开了一扇很大的门，使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迎接基督再来的见证人。今天，若我们要成为一个认定耶稣的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3件事情。第一个，认定耶稣使人勇敢尝试，付出实际的行动，与主同工。耶稣第一次到加百农传道的时候，带来很大的复兴。所以当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经文的描述，房子内房子外充满各式各样的人，有做官的，有祭司，有各行各业的人。但是我们值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前来听到的人，他们并非是认定耶稣的人。所以相比之下，这些真正认定上帝、认定耶稣的人，他们前来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敬拜上帝，顺服耶稣，服侍耶稣，以实际的行动带领人归向耶稣，起来付出行动，与主同工。所以当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呢，有4个人，他们认定耶稣是拥有医治大能的这个主，所以他们抬了这个摊子，很努力的希望把这个摊子能够带到耶稣的面前。虽然很挤、很拥挤，有非常多的拦阻，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弟兄姐妹，认定耶稣的人，使他们决定要帮这一个他一生瘫痪的人来见耶稣，经历耶稣的恩典。在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4个平凡的加利利人到底是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号，就是认定耶稣。这个认定耶稣使他们有不平凡的信心。从他们4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就是一个人的平凡没有办法掩盖对上帝火热的信心，他们没有办法掩盖被圣灵燃烧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会带领平凡的人完成最不平凡的生命见证。如同箴言3章5到6节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你的道路。抬摊子的这4个人，他们没有靠着世界上的聪明，他们没有靠着世界上的财力取代对上帝的信任，他们单单的认定耶稣与主同工。这个很简单的信仰跟信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依靠这个世界的力量有多少，我们失败的服事就会有多少；我们认定耶稣的信心有多少，上帝成就旨意的服事就有多少。我们的教会领人归主的工作，教会复兴的和事工的发展，唯一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认定耶稣的信仰上。第二个，认定耶稣让人找到生命的角色，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用外在的数目字去衡量一个事情的价值，或者是成败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这样子的价值角度来看，我们要问一件事情：请问这4个人到底可以成就什么事？这4个认定耶稣的人要成就上帝的工作，这样子的工人会不会嫌太少？跟那些拥挤在房子内房子外的群众比起来，这4个人会不会太渺小？确实，如果就现实面来看，真的会很辛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起来想象回顾我们原住民部落教会的宣教进程，或者是我们台湾160年宣教历史以来，那最起初的宣教士有几位？说到我们原住民的基督徒更是少数，但是感谢主，上帝感动少数认定耶稣的人，透过圣灵的同在，使他们坚信认定耶稣是所有台湾人唯一的拯救跟盼望。也因着这些少数，他们愿意跟主同工，他们就成为上帝改变台湾，使台湾人灵魂生命得救的关键少数。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信心的少数会用信仰的眼光认定耶稣可以解决摊子的灾难。这些爱心的关键少数，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一起同工，一起服侍，尽全力的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医治。这4个人确信主耶稣能够完全的来更新摊子的生命，他们也相信耶稣能够重新给这个摊子全新的生命，并且赐他机会，让他能够再次的扮演一个生命得着医治的人应该要有的角色，并且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那些拥挤在耶稣身旁的群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却没有一个人要为摊子挪出一个需要的道路。可是感谢主，只要这个社会上有4个，或是有少数像这4个抬摊子的认定耶稣的人，这个信心就能够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角色，把摊子的苦难，把摊子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2件事情，就是认定耶稣可以使我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像这4个人一样，为了让这个摊子能够遇见耶稣而全力以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若是有热爱服事、有乐意服事人的信徒，我们要为他们献上赞美跟感谢。我们当中如果有很久迫切祷告，不断为着教会的复兴努力付出祷告跟行动的会友，我们要为他们献上感恩跟赞美。只要教会有认定耶稣的信徒，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成就他所要设立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用心认定上帝的人，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牧者同工，他们对信徒的付出跟爱心还有关怀。我们不要忽略我们长职及各团契的干部，他们在教会服事上的付出、用心还有努力。我们更不能忽略每一位信徒，他们对耶稣的忠心、信心，还有对我们弟兄姐妹、对邻舍的爱。如果我们教会要走在复兴的道路上，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热心、忠心跟爱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复兴教会建立上帝国不可缺少的柴火。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的父母的家族，爸爸妈妈的家族出了许多的牧者。我的妈妈是桃园复兴乡的加拉教会，这边的家族几乎都是亲戚，这个部落。那这样子数来，我妈妈那边将近出了16位的牧者传道，包括我跟我姐姐，还有一个在台神继续读的晚辈。至于我的爷爷，是我们部落最早改信基督教的。那因为传道的需要呢，他也进入御神，继续4个月的装备，然后就出去，跋山涉水到大同乡，宜兰的大同乡传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还剩下3个兄弟，1个姐姐。那他们3兄弟都是牧者。有一位牧师，也许大家听过，就是饰演赛德克巴莱的林庆台牧师，那是我爸爸的哥哥。那我宜兰的母会庇后教会，其实也培育了很多的牧者传道人。说到这里，我想说，这个数目不是重点，而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我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甚至在这个耳濡目染的环境里面呢，对别人来说，我成为基督徒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对，我今年28岁，我也在今年即将要踏入牧会的合场，这个是我5年前从来没有计划过的事情。我虽然是宜兰人，但是因为爸爸读书，然后后来到玉山神学院任教，所以我大概30岁我就在花莲，我也可以说是在玉山神学院长大的一个小孩子。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同工看着我长大，相反的，我也看着一届一届的哥哥姐姐们、阿姨叔叔们毕业，回应上帝的呼召。说真的，我在他们的身上真的看到上帝很美的祝福，在他们身上动了很美的工。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是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很有想法的人，我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指示，要求我做事情，或是顺应父母的期待，然后我就要去做。我记得我从小父母叫我做什么，只要他们要帮我做事情，我就说我自己。虽然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结果不一定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享受在自己挑战跟经验的过程。从我的家庭，从我生长的环境，似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到我要接这个信仰的棒子，反而从小的时候，我满心期待能够成为一位老师，回到原乡教书，陪伴那些需要的孩子们。因为这个目标，我希望我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感谢主的保守跟怜悯，我如愿考上了师大。那在这台北的5年当中呢，我的挚爱的亲人们相继离世。我的外婆在我上师大面试的当天呢，安息主怀。我的舅舅在我大4的时候心肌梗塞突然离开我们。然后我的父亲呢，在我大3的时候病倒了。先是脑中风，后来是颈动脉剥离，他装了2个支架。比较严重的是他的心脏的3根主要的血管也都堵塞得非常严重。经过3年到5年的开刀跟复原呢，现在总共身上有10支支架。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说：“你现在10全10美了，很多支架。”我记得医生每次看爸爸的断层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他总会说：“我爸爸的生命是奇迹，不知道那个血管怎么绕的，还能够有生命延续到现在。”但是我知道这些奇迹的背后呢，是恒切的祷告，是上帝的怜悯跟医治。我记得我父亲曾经问过我，他说：“你真的要当老师吗？”然后我不以为然的说：“当然啦，不然我那么努力考上师大是做什么？”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父亲这样回答我：“成为一位教师确实非常重要，可以教导人在知识上的成长，但是宣讲上帝的话，可以使人的灵魂得救。”虽然我没有什么回应，但是我知道
我那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很多的脸孔，有的是灰心丧志，有的是看不到未来，甚至是在部落那些小朋友单纯，然后非常充满可塑性的生命。当我大4要毕业前夕，我去部落，我第一次回到我自己的部落参加跨年的祷告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敬拜当中泪流不止，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动，脑中一直想起我爸爸对我说的话。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我跟上帝约定，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一生要为主所用。在遇神装备的这5年来，我不断回顾我的生命，我开始学习感恩，开始细细的去觉察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我感谢上帝，因为作为牧师的孩子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束缚。我从我父母的身上看见信仰的传承，我从我家族的长辈们看到信仰的经验，让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在各种学习的历程上，虽然经过高山跟低谷，但是我也逐渐认识并且确信基督是我家之主的信仰告白。因此，我也感谢我的家人，让我能从毫不相干的人生计划当中陪伴支持我完成神学装备的路程。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同心认定耶稣，那就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团队服事的角色，认定耶稣，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找到建造基督化家庭的角色。认定耶稣，让我们在工作职场中找到建立基督徒美好见证的角色。盼望我们能够因着认定耶稣，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找到生命当中最合神心意的角色。第3个，认定耶稣，让我们参与最微小的人得到医治和拯救的机会。这4个人参与了最微小的摊子，他得到医治跟拯救的服事。他们也参与耶稣彻底改变这位摊子受到阻碍的生命。当耶稣看到摊子从屋顶被垂下来的时候，这一幕触动了耶稣的怜悯的心。他是医治的主，他用大能跟权柄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感谢主，这件事情启示我们，尽管在场的人这么多，但真正参与摊子得救的只有4位，而这4位的这些同工，他们的生命也要跟摊子一样加倍祝福，备受蒙福。弟兄姐妹，教会是认定耶稣的一个信仰团体，我们应该是要关心人受到肉体的病痛和苦难。但认定耶稣的教会有一件事情是更值得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必须参与一个需要的灵魂得救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必须参与到领人遇见耶稣、罪得赦免、蒙恩得救的过程。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喜欢用歌声赞美的妇人呢，她因为声带开刀就是声带出问题要开刀。当她顺利完成手术之后呢，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却发现一个事情呢，然后非常的震惊，就是这个妇人怀孕了。基本上我们知道，手术、药物、麻醉对一个在腹中的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尤其这当中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药物，对孩子都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妇人跟丈夫一起到医院，不论他们询问多少医生，他们的诊断都是说你要把这个孩子拿掉，因为他们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会是畸形的，如果有手，他可能就没有脚；如果有手脚，一定是残缺的。没有一个医院愿意接纳这个父母还有这个孩子，都是强烈的要求这个夫妇把这个孩子拿掉。然后他们非常的难过，因为走到哪里都吃闭门羹。这对夫妻没有办法，只有祷告。有一天，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他们为着这件事情在烦恼、哭泣的时候，甚至沮丧的时候，这个丈夫跪在这个妇人面前说：“绝对不行，把这个孩子拿掉。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是我们的孩子。不论如何，即便他不完美，我也要爱他、照顾他、抚养他。”
所以这个夫妻就继续迫切的为着这个孩子祷告，希望上帝的大能能够医治他。甚至他们有一次出国到韩国的祷告殿，然后很多牧者也都一起齐心的为这个孩子祷告。感谢主，这位妇人虽然经历了很长的阵痛，但是在最惊险的时刻，腹中的孩子顺利出生了。还记得前面说，医生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残缺，对不对？但是众人的担心就在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松了一口气。这个孩子有2只手，有2只脚。这个孩子非常的健康，体重将近4000克，让他的妈妈差点生不出来。白白胖胖的，很像米其林轮胎。为什么想分享这个故事？因为这个腹中的孩子就是我。我是这个在出生之前就经历上帝最大的祝福跟医治的孩子，可以说是我的生命是被上帝拯救回来的。前面我有分享我的母语名字叫撒韵友好，其实从我们可以更改姓名的时候呢，我就很想把自己的名字改回来。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去改？因为我很犹豫，我非常喜欢我的中文名字。听父母说，原本检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检查的，医生说我是一个男孩，所以父母就给我取名字叫良恩，善良的良，恩典的恩。一直到我妈妈预备要进产房的时候呢，我爸爸从教会赶去医院，他在路上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施恩。我爸爸就问，是诗篇的诗吗？还是哪一个诗？然后这个声音就清楚的告诉他是思念的思。原来这个名字施恩是上帝要提醒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思念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行了最美的见证，也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记号。那也很感谢主，因着我父母亲认定耶稣的信心，主耶稣转变了我的生命最起初的患难，让我们的一家，也让我真正经历到因着上帝的爱而活下来的恩典。想跟大家分享原住民教会未来即将面对的一些状况。2030年，原住民教会要面临庞大的牧者要退休。根据统计，10年内临届退休的牧者大概149位，5年内临届退休的牧者大概有42位。目前现在也有很多的教会，比如说阿美宗会、东美宗会，他们是没有牧者的，大概76位。所以所有原住民的教会来说，10年内我们必须培养267位的传道人。这是上帝今天对原住民教会跟原住民基督徒的呼召。在传道人的培养上面，不仅是玉山神学院、台湾神学院跟台南神学院也迫切的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在建造上帝国的事工当中。恳求上帝照他的旨意，在基督里差遣圣灵，感动我们的青年人，决志献身来传承21世纪各个族群传道人的棒子。让我们一同认定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激发我们年轻世代的灵性生命，回应上帝的呼召，传承教会的棒子，为上帝的荣耀大方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认定耶稣，把我们所关心的人带到他的面前，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用认定耶稣的心志，追求教会的复兴，而那4个摊子就是我们的榜样。当耶稣临到这4个人的中间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好像一个城堡一样，建造在认定耶稣的信心上，让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得到。我想我们文山教会也因为有认定耶稣的众圣徒，决心要在这里守护并传播福音的种子，愿意用生命在场参与福音大复兴的事工，来兴旺上帝国的事工。耶稣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愿意使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来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教会从开拓设立一直到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他要我们继续来认定耶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文山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
世代要兴起的那4个人。我们可以一起用认定耶稣的信心，差遣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灵舍的中间，到我们家族的中间，到我们家庭的中间，到我们所要到的禾场里面，想一起来享受上帝国的宴席，让上帝的荣耀继续降临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呢，我想要献一首诗歌，那我就用清唱的。这首诗歌是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是每次安静心，然后回想这5年的装备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然后也希望透过这首诗歌的歌词，然后一起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因着认定耶稣的信心，使我们在生活、在家庭、在学校、在职场里面活出爱的见证，回应你的呼召，一起与主同工。恳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脚前的步伐，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来跟随回应主你对我们的计划和祝福。我们是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咱过来吟诗，圣诗548首。我活是为基督，我活是为基督，死得利伊的有福。我的心肉主的脚骨，做你尽忠奴仆。咱来起立来吟全首圣诗548首。是尊贵。
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愿望咱将咱所奉献的，拢按归主来所用。请坐。下面咱来报告，报告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旧部第2面，咱来读2解。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拽。诗篇16篇第8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拽。诗篇16篇第8节。咱后礼拜要去亚活礼拜吼，咱侍奉的同工另外通知吼。后礼拜咱拜3是泰泽祷告会吼，咱基督会。即礼拜咱来教会2楼吼，泰泽祷告会，请咱会友，若有时间呢，咱暗时8点之前来到教会吼。后礼拜耶和华礼拜吼，咱看咱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23到29节，主理是黄宝玉牧师吼。好，那其他的咱的信息啦，经文咱家己看吼。好，咱来看后面，咱看咱报告的部分吼。头一项，本主日是咱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吼，咱真欢迎新人院有派林思恩新学生来咱中间来请安甲报告啊个讲道吼。那愿望咱兄弟继续关心带到玉山新人院的事工吼。好，我替咱讲道的林思恩同学来说落下吼。
好，啊，第二项就是咱主日学这2天，5月17到18吼，特休会啊，伫迄个立泽简活动中心吼，啊，咱牧师啦，即马伫遐甲因参与伫因同港的特休会吼。啊，佫一个另项补充者，啊，你传道吼，今仔日伫万丰教会，因为今日有圣餐，啊，本来是安排牧师讲道啦，啊，牧师就去立泽简参加主日学的特休会，啊，所以你传道去遐讲道吼。啊，迄边是圣山牧师来主持圣餐吼。好，第3项泰泽祷告会啊，拄则有讲过咧吼。第拜3暗时8点，咱2楼礼拜堂吼来举行泰泽祷告会。嘛，咱搁较侪兄弟会当来现场吼参加祈祷会吼。啊，下面吼后礼拜咱要做亚华礼拜吼。自习的时间足早的哦，7点进前吼。伫咱木新路甲开元街路口的上车吼，应该就是迄个咱公车站迄个所在啦。迄较好停车吼。咱出发的时间是7点半，啊7点开始点名，啊毋过望大家毋好7点半才到吼。我捌发生一项代志，车驶哦，啊个人佫伫咧路的，啊为咱差佫蛇头，嘿啊，就欠到差不多20分钟啊吼。所以望大家都爱较早咧，嘿。尽量7点倒来教会，啊，教会煞了，啊，咱去遐集合吼。啊，咱有咱车的车号表吼，咱要看坐倒一只车吼，伫咱公布拿吼，咱有参加，咱家去看吼。啊，搁咱的行程甲注意事项拢伫第9面吼。吼，啊，下骹有2项吼，就是咱若无法度参加亚华礼拜会友吼，咱下嘛会当去万丰教会聚会吼，遐嘛有继续的聚会吼。啊，搁咱是伫3000教会来聚会，亚华礼拜伫3000教会聚会吼，啊，咱嘛有现场直播，啊，若无方便去万丰的，啊，嘛无去其他教会聚会吼，咱会当看直播啦吼，迄天共款有直播，啊，时间可能咱来看咱行程表，看伫当时开始，啊，伊若开始时阵就会通知啊吼。好，啊，下面第5项就是圣礼典，咱6月初1主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吼，啊，伊讲是要为着台中中会丰东教会来奉献吼，请咱兄弟来有准备心吼。啊，第6项就是运动做伙来吼。咱教会咧伫6月初8下昼12点到4点吼，伫中昼伫万兴国小运动中心吼，伫4楼吼，要举办咱文山教会诶全民运动会吼，伫咱规教会吼。啊，活动项目有趣味竞赛、大队接力。躲避飞盘，那邀请咱所有兄弟做阵来参加吼。啊，咱会当去1楼柜台来报名参加吼。啊，是咱扫描咱的 QR code 吼报名吼。啊，报名是到5月25吼，就是后礼拜，咱搁去亚华礼拜，所以尽量即礼拜就来报名煞吼。好。啊，迄天吼，迄个6月初8，咱中昼顿吼，妇女团契有咱带咱准备。中昼顿吼，啊，咱来家己传家己的餐具吼。啊，迄天是6月初8是联合礼拜吼，咱嘛无华语礼拜吼。好，啊，搁第7项就是咱圣港事奉表吼，咱后一季的事奉表，咱望咱进前吼，伫6月15进前都交互咱的同工吼。好，以上好咧。兄弟平安，咱真欢喜主日礼拜，咱有今仔日有2位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的礼拜哈，非常感谢，非常欢迎有2位我们新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第一位是施建成、施建贤兄弟，伊是自细汉伫咱文山教会大汉的，歹势，伫咱文山区大汉的哈。啊，伊伫圣地亚哥教会聚会，啊，拄好即阵仔转来看爸爸，吼，所以今仔日特别来遮聚会，甲咱做伙，吼，咱较顶仔伫交杯是会当较侪人去甲伊拍招呼，安尼吼。再来第2位，我感觉真蛮感动的吼。第2位是顶礼拜咱有蔡燕燕姊妹，吼，第一届来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吼，啊，今仔日伊的饲母。
吼，伊的亲母陪伊来遮，吼，陪伊来遮。伊的亲母本来是永和教会，吼，啊陪伊来遮，特别对亲母来遮聚会啊，我感觉真难得吼。这个亲母叫做刘碧霞、刘碧霞，吼，伊是蔡英的亲母。来，啊，拜托恁两位拢做伙徛徛，互阮看者啦，吼，毋知知影恁是亲母嘛？互相是亲母吼，因两个吼，赞美啦，感动吼，我感觉这是真难得的缘分啊，吼，啊，真难得的大家互相关心，搁会要陪亲母来教会安尼吼。好，真济，啊，请咱确定啊，嘛是共款安尼，请安问好的平安礼的时阵，会当侪人去甲因三招呼吼，拍招呼，以上。好，感谢。咱即时咱来行平安礼，咱彼此来拍招呼，请安。咱做阵来唱圣诗527首。咱拢真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日。咱拢真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圣。因为耶稣的更变，因为耶稣咱有国华的人生，天涯去享受做我命，欢喜人天出行，因为耶稣帮我产业出事定。好，咱做阵来吟圣诗391首，阿老天顶主宰。阿老天顶主宰，创造天地家下，好万美。人的普天的放心，阿罗上帝，小罗上帝最惊诚实。阿门。咱由阮徛地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叹。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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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倒。